工人们一锹一锹的把这些黑色的东西撒在绿油油的草坪上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在施肥，这其实是为人工草坪铺设减震颗粒做缓冲层，降低运动员受伤的风险。人造草坪不仅是看起来像草，它由聚乙烯和聚丙烯等高分子材料制成，就是塑料纤维。它柔软度和弹性接近天然草，却免去了浇水、修剪、除草等高昂的养护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耐踩、耐磨，一年四季都能保持翠绿，不会因为季节变化而变得光秃秃。不过，它并不是永久不坏，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和摩擦会让纤维逐渐磨损、褪色，甚至老化变脆，寿命在8到15年左右就需要更换。人造草坪的诞生和太空探索有关。在1966年，休斯顿的阿斯特洛巨蛋体育场安装了世界上第一款人造草坪。这个人造草坪是为 NASA 的载人航天项目建造的，因为真草在室内光线不足的环境下无法存活，于是才有了人造草坪的首次大规模应用。可以说，它一开始是为宇宙梦想服务的产物。如果给你选择，会偏爱需要精心呵护的真草坪，还是时刻保持完美的人造草坪？